我比试一下呀？只要你先系上这个铃铛，就算你赢了，我就可以把月光宝盒借给你。我告诉你，齐天大圣正是在下。站住！太像。像什么呀？既然你是我的人了，给你干招，就像我的驴子一样。100年前，3颗痣，孙悟空。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信，不会的，怎么可能会是孙悟空？仙子，以后啊，你们就都是我的了啊！我会好好对你们的。主人，仙子，你是不是搞错了呀？又怎么了？你害羞啊？怎么可能呢？人家可是一介草民，问心无愧，我怎么会害怕主人？我就是这3颗痣。你不喜欢？你不喜欢，给你换一个呀。精忠报国怎么样？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记号，我太喜欢我现在这个了。哇，天哪！以后啊，我给你配一张床，这样你就不用睡在地上啦。我告诉你，虽然我英俊潇洒、玉树临风，但是我只卖笑，绝对不会卖身的。你放心，我呢对待宠物都是一视同仁的。驴子都能有卧室，给你张床有什么？一视同仁。在主人眼里，我跟那个毛驴没什么两样，是吧？我告诉你啊，虽然你是宠物，可是宠物也有先来后到之分。你比小驴来得晚，你要对它好，要尊重它，知道不？好，我去给驴兄洗个澡。乖。舒服吗？啊？你现在是洞里的老大呀！我堂堂斧头帮帮主，在这给你洗澡，这像啥呀？如果我在紫霞眼里还不如一头驴，那就说明他还没有发现我是孙悟空。不对，因为我根本就不是孙悟空，对不对？对不对？驴神，我前段时间遇到个啰嗦和尚，好不容易跟了位仙子混，可又遇到你这个二货山贼，什么命啊！我是。你真的是个神仙吗？这个子也太磕碜了。你怎么跟一个和尚似的这么啰嗦，还说自己是孙悟空？孙悟空有你这么蠢吗？咦，听你这么一说，你见过孙悟空吗？我是没见过，可是有一个人见过。那你告诉我，谁？我倒要去看看那孙悟空长什么样子。你是不是傻？紫霞仙子一直找的不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吗？他肯定见过呀。哇！女兄啊，你真的是我亲兄。别废话，赶紧帮我把澡洗完。你做的？正是在下千辛万苦的为主人做了这道菜，有企图？绝对没有。我只是想尽一尽宠物的本分，好拉近一下我跟主人您之间的距离跟感情。看你这么辛苦，我讲你先吃。
了？太好吃了啊，你这么喜欢，那都给你吃了。等你吃完啊，再去给小驴做一份，再给他送去啊。主人，这花果山都是你的，你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去找那个叫什么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我要找他，还要再找一个混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说这臭猴子不就是一只猴子吗？啊，有什么了不起？害我主人找了这么半天，跑了这么久。我告诉你，下次别让我见着他，我见着他，我告诉你，我绝对饶不了他。就你还饶不了他？我告诉你，天庭上的神仙啊，也只能给他当人肉靶子。齐天大圣孙悟空，看着平凡，3界之间6道之中，只有他最特别。他可是有无穷本领，力大无穷，刀枪不入，身体如铜墙铁壁。刀枪不入，力大无穷。这个孙悟空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真的是望尘莫及，我跟他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我跟你说，孙悟空的本领还不止这些呢，他能上天入地，一跃就是108000里。你怎么了？听主人说话一时太怒，忍不住的扇了自己几个耳光，让自己清醒一下。看来我们离这个孙悟空实在是太遥远了。但是有所不知，孙悟空啊有72变，他有72颗玲珑心，他无所畏惧，桀骜不驯，正义感十足。他甚至可以为了救人牺牲自己的性命。正义感，他是不是每天都要吃掉我几个兄弟啊？他们的目的是利用你，他们不会吃掉你的兄弟的。那我岂不是连拿我兄弟挡一挡的机会都没有了？王包主，威风凛凛，气势昂，要是跑，你只能从大门走。谁？你胆子这么小啊？没错，我力气也小，胆子也小，什么都怕，没有正义感，什么都不行。我跟那完美的齐天大圣比起来，我就是个地上，他就在天上。不过这下我就放心了。其实大圣啊，他也是有缺点的。主人，你作为一个神仙，我希望你能够知道人间的规矩。你如果在背后议论别人的话，不要说别人的坏话，要一直说好话，明白了吗？所以继续吧。大圣他酒量超级差，他要不是喝多了，他怎么会大闹天宫？我跟你说，他喝醉酒的样子，耍酒疯的时候好可爱。酒量超级差。你这么开心干嘛？想当年我在斧头帮的时候，绰号千杯不醉。我告诉你，也就是现在没酒，要是有酒，我告诉你什么叫不醉不归。想喝酒？好啊，来，喝。喝就喝，我怕你。仙酒一滴，顶凡间的万金，要不然大圣怎么会醉呢？我觉得如果他要喝人间的酒，
就算是东海所有的水酿了都不够。就像你说的，千杯不醉那样。那得让我越过去。哎，欣欣，我来救你，我来救你。我来保护你，欣欣。酒味儿这么重，盖住我的香水味儿了。你在干什么呀？对，我在干什么呢？管他孙悟空跟我有什么关系，救娘子才是最重要的。玉兄，谢谢你。谢我干什么？关我什么事？如果你懂得爱情，你就得帮我。我不懂爱情。你怎么就不问问你为什么要帮我？你帮我什么？十里扒外不干，偷东西不干，骗东西不干，关于月光宝盒通通不干。说吧，你让我帮你什么？于兄，你忍心看着我一个人在为这个月光宝盒奋斗吗？我问你，娘子是不是你一个人的？没办法，在紫霞对我起义之前，我必须先下手为强，用我的个人魅力征服她。干嘛？主人，我今天要跟你说一个事情，但是你可不可以先把月光宝盒给我？那是我的。我知道，可能我之前跟你讲的还不是太详细，没关系，我现在再跟你讲一遍。之前呢，我是一个不愁吃不愁穿的富家子弟，到后来我到了五岳山当了斧头帮帮主之后，讲重点。重点。我拿了月光宝盒穿越时空，为了救我的娘子白晶晶，不料出了差错，回到了现在，把月光宝盒给了你，然后你在500年后的那个时候把月光宝盒交给了我，所以我才会在这儿把月光宝盒又交给了你，明白了？你说的娘子是白晶晶啊？没错，正是她。虽然你现在还不认识她，但是在500年后，她将会是你的徒弟。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现在要赶紧把月光宝盒给我，然后呢？赶紧回去救白晶晶。500年后，没错。500年后，我跟他爱得死去活来，你作为他的师傅，难道你就不应该去救他吗？见死不救啊你！既然你说你们是夫妻，那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们很恩爱吗？我们很恩爱吗？我跟白晶晶相识在斧头帮，她见我第一面就对我一见钟情，爱我爱得死去活来。出点什么事儿啊，就开始要闹自杀，还不是因为我救了他。所以呢，我们就私定终生，她成为我娘子。所以现在她有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去救她？白晶晶对你一见钟情，还因为误会为了你自杀？对，白晶晶很爱我的，她是一个弱女子，我觉得我应该给她更多的安全感。那她是不是就孤身一个人跟你相依为命呢？虽然我跟晶晶恩恩爱爱，她心地很善良，但是她有一个师姐叫春30娘，以后也会成为你的徒弟，而且30娘也很喜欢晶晶。春30娘跟她关系很好啊。当然，我跟你说啊，你第一次见到晶晶的时候呢，她可能会给你营造出一种假象，是什么呢？她可能会经常跟你说，她想尝尝唐僧肉，但没事儿。人家是小女孩，好奇心强，但是最重要的那都是假象。还要吃唐僧肉？臭男人！你说的根本就不是白晶晶。原来你跟我的娘子认识，那你更应该去救她了。我问你，你是孙悟空吗？仙子，你怎么又说我是那孙悟空呢？白晶晶爱的明明是孙悟空，她怎么可能是你的娘子？没想到你居然跟那个混蛋一样，为了达到目的满嘴谎言，居然想用晶晶来骗我的月光宝盒啊！你
先听我把话说清楚。你先把月光宝盒给我。天下乌鸦一般黑，我是永远都不可能把月光宝盒给你的。主人，主人，主人，我给你捡了2个桃子给你吃。谢谢，我不吃。你不想吃桃子，那我去捡点别的吧。不用了。我今天把洞里打扫的特别的干净，你回去呢一定会可以安安稳稳的住一个舒服的地方，睡个好觉。以后洞我可以自己打扫。我今天给这个驴用了无色无味最好的沐浴露，给它洗了个澡。你要不要牵它出去溜一溜？以后驴不用你照顾了，房间我也可以自己打扫，听见没有？你是我主人，这些都是我应该为你做的。以后叫我紫霞仙子，我没有你这种满嘴谎言、别有用心的宠物。我是真心诚意的想为你做点事情啊，主人。那好啊，你去把天上这2片云合在一起，你再回来吧。主人好像生气了，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呢？抓到了！起来！怎么是你啊？六耳猕猴呢？主人，我是想替你分忧解难，尽快抓住那个混蛋。顺便呢，检验一下这个陷阱。现在这么一看，高了。照你这个布局，我相信那犯人很快就会落网。你还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吧？叫我主。你到底想怎么样啊？软硬不吃，说实话你也不信，照顾你还不要，你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月光宝盒给我呀？啊？干等不是办法，不能再这么耗下去，是时候主动出击了。哟，原来是紫霞仙子啊！炼丹炉这里可没有能把你紫青宝剑拔出来的如意郎君哦。这次啊，我是来帮你找你的如意郎君的，帮你牵个线，其他好搞定。什么时候紫霞仙子变成了相亲大妈了？自己还没找到，要帮我找。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了，请你啊，帮我修一封仙书，给那个所谓的齐天大圣，务必越肉麻越好，一定要让他神魂颠倒，如约而至。齐天大圣不认识，没兴趣，不写。你对人家没兴趣，人家对你可是念念不忘。想当年啊，他在炼丹炉里被炼的时候，
幸亏有你陪他聊聊天，他才不至于灰飞烟灭。他那一颗火热的心里啊，装的可全都是你呀。原来是他，哎，我就知道，我这么美，他一定不会忘了我的。可是呢，他心里想着你，实际上他一点没闲着。他泡过的小妖精加仙子，绕起来可以围着天庭好几圈了。天天扇扇子，无不无聊。不如你把他引出来，我们教训一下这个混蛋也好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说不定你也好这口呢，我才不掺和呢。看你气色很不好啊，你最近没有吃药吗？那这是什么呀？百鸟朝凤丸，专治各种不调。别推辞了，拿着吧。这么好的东西，你从哪来的？当然是我自己做的。我跟你说，这个可难做了，好几年才能出这颗呢。哎，你考不考虑做一个代购啊？你看啊，你供货，我销售，这么一来呢，很快就可以占领市场，然后就可以融资，然后呢就可以上市，对不对？好啊，好啊，这你干嘛？哎，天庭哪里有可以投诉的地方啊？投诉什么？你呀，我要投诉你利用工作时间接私活，如果被太上老君知道了，一定扣光你的工资。还给我！怎么样，帮不帮我？好吧。记住啊，一定要神魂颠倒。好吃吗？哎呀，美女呀，没想到在这种地方有你这么漂亮的美女，小爷我真是不虚此行啊！帅哥啊，我也从来没见过你呀，不是本地人吧？美女真是好眼力啊！我这次来呢是来找一个人，并且把他杀了。你怕不怕呀？真是开玩笑呢。还是美女知道我开玩笑啊！哎，小美女啊，我们要不要玩一些比较欢乐的小游戏呢？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谁让你是如此的善呢？哎呀，真是会说话呀！我齐天大圣孙悟空当然是帅的直击你的灵魂，有没有感受到我由内而外芳香四溢的雄性多巴胺呢？哎呀，讨厌啊！我可以叫你小桃桃吗？你的嘴好像小桃子一样，而且我最喜欢吃桃子了。你快来呀，我在这等你呢。快来呀，快点儿！苏了，这个至善仙子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你快来呀，我在这等你呢。对不起啊，我要先走了，下次再约吧，我要去见我的女神了。女神？什么女神啊？当然是我的女神了，说的不是你了。装人我装了这么久，浪费感情，混蛋！我靠，你个大香蕉！夸你两句，以为自己真的很漂亮吗？嘴大都快赶上我了。哎，还是我的至善仙子比较温柔。为了见你，拒绝所有女人，我也会去的。直击灵魂。紫霞，仙子，你在哪儿呢？主人。我说驴兄，你给我留下这个线索简直是太难找了。驴兄，哎呀，驴兄，我可算找到你了！果然这刷毛刷出来的情谊就是不一样。快去主人那儿给我美言几句。留了这么多毛，怎么才到？主人不在，他爸留在这儿就走了。哎，太干了，快神仙水拿出来，我洗洗脸。主人不在，
妙龄少女为何一言不发就拿着月光宝盒出去？你这个尊贵的臭毛驴为什么会扔在路边呢？满山遍野为什么找不到一个人呢？只能说明一个真相，那就是紫霞仙子被人谋杀。你是不是傻？他一个神仙，你倒是操心得多，真是尽职尽责。他知道你这么担心他，估计就拿你当坐骑了。主人，坐骑，云兄，你说的太对了。主人遇到危险，只要我能找到他，帮助他，关心他，他就一定会相信我对他是忠心耿耿。这样，我就可以拿回我的月光宝盒了。你还真是戏多。哎，怎么样，像不像？我哪有这么僵硬啊？看我，要鲜一点，鲜一点，懂吗？哎，算了，我还是再布置陷阱吧。这下子啊，那个混蛋一定跑不了。拆了重做。他可是在老君炉子里练过的，那眼力劲可好呢。你以为用仙法变这些绳子，他就看不出来了？对呀，你说的有道理。那不如就用凡人的办法好了。你说啊，这附近呢还有很多，只要他中一个，我就一定能抓住他。太好了，他一定料不到你会用这么原始的方法。哦，他来了，我先走了。啊？你不想亲自抓住他？我才不想看到他呢。你不是说我之前因为他到处勾搭，气得半死吗？我觉得有些缘分吧，不能休。哦，对了，记得要鲜一点。柔一点，啊！记住了，我先走了。哎，喂！鲜一点，鲜一点。哎呀，救命啊！臭混蛋！我这次终于抓到你了，你这个臭混蛋！我看你这次还老不老实听话。这位美女啊，你能不能把我放下来啊？你怎么来了？啊，美女！哎呦，美女！哎，美女，这位美女，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那个手上挂着铜铃，然后手上拿了一把宝剑的一个美女啊？没看见。你如果看到的话，拜托你告诉我好不好，大姐？你刚刚不还叫人美女吗？怎么这会儿又成大姐啊？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的急。如果你看到她的话，马上告诉我。哦，我啊没看到你那个主人，你去别的地方找找啊，去别的地方。哎，我主人那毛驴指的也是那个方向，这就说明我主人就在附近呀。哎，我主人最近心情不好，做什么事都分神，不够注意安全，所以我特别的担心，一路追赶的过来。你能不老挡着个脸吗？哦，我明白了，可能你是觉得你自己太丑，配不上美女这2个字。也难怪，这世间丑女也太多，差你这么一个。行了，你不用管我了啊，我自己在这坐会儿。哎呀，你在这里干嘛？你在……人家在等如意郎君，如果你在这儿呢，被他看到了会误会的。这荒郊野岭的，长那么丑，还有人跟你约会啊？人家是天上的直善仙子，其实不是很丑的。直善仙子，那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职业是什么样的，但是呢，
你扇子呢？我把天停了。哪天停了？那你是不是不拿扇子的时候也叫直扇仙子？还是你拿不拿扇子都要直扇？这个宝姐，主人？什么主人？我不是你主人，你给我走走走走走走！主人，我知道你不肯认了，但是你一个人跑到花果山，就算你是个神仙，一个女孩子也是需要呵护的。毕竟你身上还拿着月光宝盒这么贵重的东西，你走到哪儿，我都可以跟着你，我可以保护，我可以替你先死。我不是说了吗？不要再叫我主人了，好不好？不好。哎，我跟你说，我刚才一路来的时候啊，我把所有陷阱都拆了，看见没有？我厉不厉害？很厉害。那是我用来抓六耳猕猴的，你都给我拆了。这种事儿，你不早点跟我说，我是谁？至尊宝啊，我全都给你搞得定。仙子啊仙子，今天我情颠大圣，就让你尝尝我情意绵绵的功力。真的好贴心啊！看见没有？这就叫做声东击西。只要那死猴子敢过来，他绝对踩在上面被。哎，行，你赶紧走吧，待会儿就来了。走。那我先走了。这边。我知道。等等。啊！不对呀，这不是我设的陷阱。这是我设的，我用来抓六耳猕猴的。我的妈呀，这哪是约会，是圈套啊！哎，你放开我呀！哎，你自己搞定吧。来人呐！救猴子！来！美女，救命啊！这，美女啊，快帮忙啊！被人暗算下套了呀！这可不是随便下的套。这花果山上的每一处结界都是为你精心设计的。就知道你这个臭猴子这么好色，一定会来的。所以呢，就把地点约在了花果山附近。想不到啊，你真的这么笨，让你走哪你就走哪。哎，美女，请问你贵姓啊？哎，六耳猕猴怎么会不认得紫霞呢？你们还记得吗？紫霞为了复原紫青宝剑，使用了月光宝盒，穿越到了自己下山去寻找易中明的时候。虽然时间回到了从前，可紫霞的记忆没有消失。她知道将有一名叫六耳猕猴的妖狐打着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名号为非作歹，于是紫霞决定主动出击，找到六耳猕猴，准备将他彻底解决。你的脸怎么了？我情天大圣孙悟空啊，其实劫财是真的没有的，不过劫色呢，我倒是可以帮助你一点点啊，但是没必要这么劳师动众吧。臭混蛋，还敢冒充孙悟空，天天到处毁他的名声，你不就是个赝品吗？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假货！你怎么？我呸呀！血口喷人啊！我跟你讲，我就是孙悟空啊！你不要瞎说。主人，齐天大圣孙悟不是？怎么不是了？啊，一身金黄的毛，长成这个样子，不是孙悟空是什么？你看看，还是这位小男士比较识货啊！你看我这个金黄的毛发，翠绿的瞳孔啊！子尊宝，你去把这个臭猴子嘴给我堵上。遵命。你来吧。废物！
干什么呀？哎呦，带走。你来碰我一下试试看啊，臭小子！你来吧。我都帮你到这儿了呀。走啊！温柔一点呢，哎。哎，朋友啊，温柔一点嘛，大家都是自己人呢。自己人怎么会咬自己人呢？刚才会误会吗？你去给他做点吃的，我有话跟他说。记住啊，你亲自做。遵命。有眼色是吧？啊，有心眼是吧？会跑是吧？还不是被我抓到的。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不过美女啊，我们第一次见面，干嘛用这种粗鲁的方式呢？不如我们文明一点啊，不如坐下来互相了解一下对方的性格爱好怎么样啊？你先告诉我，孙悟空到底在哪？你到底怎么知道的？你不可能知道啊！紫霞仙子，这点雕虫小技瞒得过我吗？紫霞。啊，我知道了，紫霞，我年轻时候伤过你的心，以至于你今时今日都无法忘记，而我却不记得怎么回事，这足以证明我伤害之深呐。哎，要怪就怪我当时啊太年轻，太受欢迎了，忽视了你的容颜与美貌。啊，不过没关系啊，从今天这一刻开始呢，我将用我的全部身心来补偿你，补偿我们那段错过的青春。你今天不但绑了我的人，也绑了我的心。少废话，你赶紧告诉我，大圣的下落，孙悟空到底在哪？